大家好，又我康神啦。咁近排好多客人咧都同我講定期存款嘅利率咧就比較低少少，咁可能想買啲樓嚟收下租啦。咁睇下我有冇咩特別嘅介紹。咁就想為大家介紹今日嘅依間錦繡花園嘅850，企企理理平平地三房間隔，有個閣樓，我自己覺得唔錯嘅，係屬於後面大花園，入屋嘅感覺咧都真係相當唔錯。最緊要係尺價低水啊嘛，1萬蚊一尺樓下。咁唔知大家覺得如何？咁而家出發同大家去參觀下。好，咁睇片前咧就希望大家 follow 下我嘅頻道啦。中意條片嘅就可以 share 啊，撳埋個 like 啦，同埋可以撳埋個鐘仔，有咩新片可以即時通知大家。當然，如果想揾我何生或者康神嘅，我有 WeChat 有 WhatsApp， 當然亦都條片嘅上面亦都有個手提電話聯絡嘅，可以隨時歡迎打俾我。亦都好歡迎大家嚟到錦繡花園、錦繡大道美聯分行揾我何生或者康神都得嘅。咁事不宜遲，同大家出發去參觀下啦。由閘門入屋之後，右手邊就係前庭空間，左手邊就係一個花園通道。依間屋咧就冇做電閘門樓，亦都冇獨立嘅出入口，純粹咧門口做咗一個閘門嘅啫。如果要泊車入花園通道咧，就需要打開個閘門啦。花園通道位置咧做咗禪縫位置，如果有需要可以要嚟泊車。依間屋係屬於後面大花園，後面花園嘅空間咧都好唔錯。花園最後部分，業主租界咗一部分空間作為種植區，種下粟米，種下木瓜，其實感覺都唔錯。跟住入門口之後呢，首先就會見到一個客廳空間，前面有個大嘅透光窗望返出去前花園。梳化側邊呢亦都有個透光窗係望返花園通道位。左手邊做咗個電視機牆身，有少少收納位置。而入門口前面嗰個窗位下面亦都擺咗啲矮櫃作為收納空間。再前少少就係個飯廳空間，同埋一個開放式廚房。飯廳呢度呢，業主就放到張4至6人嘅圓形餐台，有個玻璃趟門可以望返出去後花園。如果新買家需要多啲走動空間，亦都建議做一啲長形嘅餐台，可以預留多少少嘅走動位置。呢度呢，就係飯廳望出去後花園嘅景觀。呢間屋做咗個開放式廚房，一個 U 型設計，上下兩排好多收納位置，工作台面亦都充足，有雙星盤，亦都有2個明火煮食爐頭。左手邊位置可以安放一部普通 size 嘅雪櫃咯，而連接客廳位置亦都有個客廁浴室。呢度做咗一個企缸嘅設計，亦都有少少嘅儲物位。跟住沿樓梯上嚟1樓參觀下，呢度係屬於3房間隔，再加個閣樓。上嚟樓梯嘅左手邊就係浴室位置，有窗屬於明廁，但係亦都安裝埋浴室寶。佢嘅隔離就係主人房間，入門口有個大嘅到頂入牆衣櫃，左右兩邊有透光窗。中間位置當然可以放一啲大嘅雙人床，做到3邊落床效果。床嘅側邊仲預留咗個位置，可以擺張梳妝台。床尾亦都有個電視機櫃。跟住隔離就係第一間客房，當然左右兩邊有透光窗啦。入門嘅右手邊有一半空間做咗入牆大衣櫃。依間客房嘅空間位置大約同主人房間差唔多，所以亦都可以放到張大嘅雙人床，做到3邊落床效果㗎。依間屋係屬於850型，實用面積848尺，附帶咗個928尺嘅花園。跟住呢度仲有間細客房，有一個透光窗。入門口右手邊做咗少少嘅儲物位置，一般適合作為工作房。而閣樓上邊純粹作為一個儲物用途。大家亦都可以睇到，其實結構上嚟講，依間屋真係唔錯。如果大家對呢個單位有興趣，記得快啲聯絡我康神啦。多謝晒，拜拜，下次見。